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7月31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性质金检涉嫌假投资接近181亿，受害者是超过500人。即马检方是搁查到因进前搁办关坐警察的前锋车，和新竹市的警察局，因迄台就是查了回无唔对，警察局嘛已经甲车交出来，所以依法拍卖。 延庆专台查缉破性质金业案，涉嫌以帮氏骗局非法贡钱超过181亿，受害者超过500个人。北检顶礼拜才大动作起诉38个人，即马专案继续烧。犯罪集团搁方表出捌甲被害人的艰苦钱，摕来买前锋车送互警界。 今年的关键点内含警方做伙翕相，新竹的社区的挂名董事长，方指控讲用这垃圾钱买高级的车来做前锋车，转送予新竹市警察局。虽然警方强调讲收证的过程是合规，但是案发了后主动提出，予北检认定是赃物红查扣。 特别和警界关系较密的嫌犯关切单位连刑事局嘛伫内底。迄当阵警方为了表示感谢，佮办到请业者派出负责经济诈欺犯罪。迄当阵的刑事局侦缉大队长，现任的新北市刑大大队长黄国书来参加。这帮时阵是互相换联络方式，佮成立赖群组。 他说未来他们公司也有一些可以提供反诈骗咨询，还有警示账户的相关细节，希望未来可以保持联系。我们就在现场就拉了一个群组，后续没有任何的因公以外的不法的接触。 面对指控，黄国书是回应讲，含业者并无公务以外的接触含私交，唔惊风检视。佮强调，所来发现性质疑似涉及诈欺，佮是主动通报的，建议刑事局终止关键的定数。 同事所谓的刑事工作人员应该非常清楚对方的一个底细。如果说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许在交往上面其实应该要更谨慎？即摆科技风波各大警政署嘛介入调查，已经查到测试侵入厘清，了解敢有警察人员涉及违法违纪。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中燃油、低甘油的风波，这老牌食品大厂泰山也扣扫掉。昨昏检方是搁在以牵涉内线交易，请这前后任的董事长顶10几个人来问过。专案目前是以违反证交法来侦办。调查局大动作搜索，检方是怀疑讲这泰山2002年卖出超过4万张的全价股票，过手超过80亿。消息也未出来进前，就已经摕到内部的风声。 因为这金管会2023年就认定讲，这泰山内部管理甲申报拢有严重的疏失，当罚200万。再来看永丰益生机自主查检，通报讲有验到可地油的低甘油超过标准。目前是无论倒一个批号的可地油，拢爱全部落价。这行政院嘛表示讲，会要求卫福部甲可地油列入去做这油品专案，来加强安全稽查，佮加强抽验。 稽查人员接到通报，来到永丰益生机含供应商维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来做稽查。根据永丰益生机的通报，对7月1开始出货的卖在地火小果可地油自主上检，验出苯偏比超标。卫生局统计问题批号拢总生产924罐，要求业者甲这款可地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落价。 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2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供应商是发声明回实的，讲这款可地油为着家己每产原村制油厂大工生产，会全面配合主管机关做刷落来的调查，而且较紧和大工厂厘清相关的制定。针对可地油的问题一直烧，行政院是强调，石油署已经启动下关期调查，卫福部嘛会把可地油纳入油品专案，加强稽查和抽检的规定。 我们接下来也会针对这个事件的结果呢进行检讨。在今年下半年，食药署会另外启动一个国内制造油品的专案辅导计划，会邀请国内的这个专业的团体跟机构呢进场去辅导业者。 不过，问题油的风波是还未结束。早前卫福部7月初是开专家学者会议，会议结论是要求使用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和问题油含量到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需要进行预防性落市。洪质疑讲中央有内鬼。即卖卫福部承认洪秀爱中联生意的总经理，要以中联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落市的决策会议。 他已经被收押了，连检方都认为他从头到尾都有可能串证，从头到尾都有可能说谎。然后你找他去讨论我们20%要不要下架？他是来报告他的制程，然后我们的专家委员决定不能够复工。
赵总统回应讲，相关措施拢是根据科学证据、调查和风险评估了后才做决定，中无人讲的盲信的问题，而且强调家己是问心无愧。记者综合报道。迎咱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甲行政院长窦英泰，也拢以个人的名义各捐20万的代票。外交部也宣布要开赈灾专户。在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今日也安送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来表示慰问。原本发生7.1大地震，造成真侪人死伤，各界送温暖。台湾已经完成搜救队整备。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只要接到日本政府正式请求，搜救隊会当伫4点钟内出发去日本支援。台湾からのメッセージは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が、その台湾の方々を含みまして、世界中から現在政府に対して温かいメッセージをいただい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牧原人表示，目前日本政府当咧全力投入救灾，敢是接受各国援助，会看后手情况才做判断。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长窦英泰是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代票赈灾。同时，外交部已经宣布开设赈灾专户，提供咱国民众捐款。赖总统、萧副总统以及行政院主院长都高度关切灾情，决定以个人的身份各自捐新台币20万元。台湾和日本常年互相扶持，患难与共。我政府将持续掌握灾情，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甲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宣布，会捐出1个月会及投入救灾各会的部分。民进党立委罗水良首先宣布捐出1个月薪水。傅基莹、柯志杰、李坤德等共党多位立委也响应捐薪水。国民党主席陈立文31日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交付捐款，表达慰问。郑立文主席上任之后，也和日本方面维持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一次呢，郑立文主席表示要捐助熊本地震的灾民，日本教育协会的片山代表。为表重视来亲自接受，包括我跟高雄队也捐出了1个月的薪水来支持我们的熊本。熊本有事就是高雄有事，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因应日本熊本地区第1档灾害，华航也宣布捐款1000万，佮提供航空运输运能。8月底进行协助免费再运赈灾物资，协助灾后救援重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各地是好天小热，高温是32至34度，大岛、金门、澎湖、马祖是26至31度。气象署也针对台北市来发布高温感觉设定号，过昼可能热到36度，咱来看分图。今仔伫咧中南部甲部分地区也可能落小可雨，过昼这各地山区也细致，这雨可能会落甲真大阵。今年的第13号风台北海猪继续往日本的南边去，对咱台湾是暂时也无影响。讲到咱刑事局最近有查到一件利用模型来跨国运毒的，讲是把毒品先藏伫咧塑胶帮仔下底，再设伫咧模型的下骹，假做是底座，对泰国寄来台湾。因伫咧台中海巡也掠到一个卖毒案，掠到人，佮抄到改造枪，依法上班。警察也请弄离去内底，当场甲嫌犯逮捕。刑事局今年1月底接到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的通报，查到3件按泰国寄来台湾的包裹，查到发现这包裹虽然是微型的模型，毋过下底拢夹一层1级的毒品海洛因，总共6.6公斤。将重达6.6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3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这毒品的粉就是进入去塑胶帮仔坑内底，警方用切个甲切出来，3件包裹寄去台中的太平，由姓陈的嫌犯出面揣领，再搁用无知情的计程车转送到台中北屯，由姓夏嫌犯来收回。警方顺利抓到姓夏甲姓陈的嫌犯，目前2个人已经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起诉。那海巡署台中查缉队查到另外一个卖毒的案件，伫咧台中的海线一个海钓场抓到姓刘的主嫌。你拍的啊？就这样可以，就这样可以。我配合你。由姓犯嫌为规避查缉，常以承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查缉的断点，并流嫌在交易毒品时，为防范遭他人侵害，黑吃黑，随身携带枪支以防身应对。
台中查缉队表示，姓刘的嫌犯因为另外一个毒品的案件去用通缉，去用掠的时阵身躯顶抄到枪支，也有毒品，再搁去到伊台中国姓大的所在来抄，总共抄到2支改造的手枪、6粒枪支，还录音235.5公克，安非他命538公克。姓刘的嫌犯目前已经去用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也有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起诉。记者综合报道。学生食电子烟这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教育部嘛打算伫咧9月开学要做这喙瘾快筛，也特别强调讲是限定有违反过毒品防治条例行为的学生等5类相关人员，毋是所有学生拢爱检。小青松时分段依托米之愈来愈泛滥，甚至可能照到电子烟渗透进入校园，加做学校防治毒品的空棚。面对9月开学季，教育部同样各校做好扫毒准备，为为推动喙瘾快筛机制，入校实施。行政院长到阳台的宴会采示，这会当针对特定高风险对象进行实施。绝对要在保障教育学生人权的前提底下，仅对特定高风险的对象谨慎的实施，不得无谓的扩大。教育部表态，喙瘾快筛毋是针对全校学生普筛，对象只限5类特定人员，包括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行为的学生，有事实会当认定有使用毒品嫌疑的学生等。更加强调未来会配合危害防治法修法，那查获学生查甲使用电子烟会进行校安通报。而且会提报给卫生单位来进行查处，并且通知他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到学校来办理后续的戒烟教育、辅导关怀跟所谓的转介措施。防治毒品进入校园，能力也是关键。郑伟贵连上表示，甲教育部讨论了后，提出新校安制度，伫尊重校园自主的前提，预计未来每校会增加2至3位校安人员，可能由军警退休、高官会任，也是一般民众担任。也过爱通过体力测验加反毒培训，协助原来学校的教职员在负责校安工作或扫毒上面的相关的协助工作，第5级保全的精神是一致的。有人员的一个协助，对学校行政方面确实会有一些舒缓，他的一个权责啦，这个都要界定清楚。如果以这种辅助性的一个角色，他并没有办法在这一件事情上起多大的作用啊。侯俊良表示，校安人员的权责界定是关键，那这会当协助行政通报恐惊效用无大。针对校外防治毒品措施，贵连成强调，已经拨点3600外间学校4科位，大约9100外可能的治安热点，包括学生较会聚集的所在、校外宿舍、8大学业加成绩场所等，请警察单位加强巡查，也发射家庭、学校加社区共同配合监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热天鸡仔较袂生呢，饲鸡协会甲两项工会指出讲，因为天气受热，鸡母寒母，最近这生卵的比例有下降。农业部表示，按算对8月开始，鸡卵的供应会较稳定。再是中国时报，台湾高铁外新车对日本出厂，按算明年7月7日会正式就路。2028年全部交车了后，会当提升25%的运量。最后是自由时报。中华统一促进党真侪届牵涉到管法、反渗透法，内政部长刘世芳记者会就有告讲，按算8月初，就要向宪法法庭来申请，甲因解散。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讲，中华统一促进党配合中国伫台湾发展组织，摕中资来介入选举，跨境镇压，用这政党的包装来组织犯罪，公开咱台湾有去互统促党来渗透的19间公墓。到底才能收统促党违法的事情。经过1年的搜证，内政部长刘世芳宣布讲，要伫8月初向宪法法庭来申请解散统促党。3大理由是包括统促党配合中国伫台湾发展组织，引入中资介选，下境镇压，要互台湾民主唔敢讲话，含称政党的外衫实际是犯罪组织。统促党长期是系统性的、组织性的犯罪，而且它重要的核心成员涉犯到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条例、选罢法、组织犯罪
防治条例等等，已经危害到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统促党洪志刚讲，引入中资改选，亲像已经过身的统促党干部周明宗，就含因某涉嫌收中国7400万改选，下境镇压的部分有名案件有何文诗红破暗杀，机场暴力对台黄之方案，带中国新歌声闹火的事件。刑事局讲，统促党就是犯罪组织，统计因有141个人，包括核心干部32个，涉入98案。那所犯下的就是杀人未遂、恐吓取财，还有恐吓、妨害自由、伤害、毁损等等的案件，更有诈欺的案件，还有毒品的案件。内政部阁查出统促党是渗透全台湾7个县市，有15个宫庙这么多，呼应中国的统战。统促党的总裁张安乐独做2间宫庙的营务主委，其他干部嘛分别担任宫庙的要职引发关注。来查查它的金流，包括它整个年度的收支会列为一个查一个重点。当然，我们是不容许外人势力来渗透我们公庙。如果我们依据政党的主管机关能够来处理统促党的话，那么未来我们对于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压迫，那我们也有能力来做处理。统促党会变作内政部第一个提出申请解散的政党，那宪法法庭修案，接落来会伫进行研究辩论了后做出判决。大法官现有总额2/3以上同意，就当宣告解散。判决生效的迄天就停止一切活动。跟大陆官方有讲，进了公庙就是一个和平区，我做的没错啊。就刘世芳说你是危害中华民国的生存，我说我是保护人民生命的安全。唔点名讲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张安乐是反驳讲，统促党是保护人民的安全，等到批评民进党执政起无空危害国安，决定要登报来控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立法院115年这总预算案的调查协商，行政院秘书长周顺涵是表态反对国民党洪晓玲提案讲要抬行政院长倒用台薪水定案。不过这洪晓玲是强调讲，家己不是乱抬的。那针对这总预算案的问题，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发声，讲希望8月7会当全部通过。我已经还是保留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还1300多个案子。我已经照你的意思保留，还有什么意见？这会到底还要不要开了？韩国瑜主动单清量发言，原因是因为国民党立委洪晓玲提案，要甲行政院施政甲法制业部1437万的预算全部抬掉。经过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说明了后，韩国瑜才是保留，不过单清量阁讲话挺洪晓玲，让韩国瑜真不满。前一天协商的时阵，张顺涵就点名反对洪晓玲提案，要甲行政院长倒用台薪水冻结。迄时国民党党团总调鲍坤奇佮气甲交出来，引起冲突，互协商先暂停。确实会或多或少影响行政院的基本运作，各个部会、行政部门的基本的运作，或者是基层员工应该有的待遇。大家都应该来合理的、理性的讨论。有非常多的民众都认为，我删掉陆委会的没宣费是做得很好啊。那么我也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严审各个机关部会的这个预算。在国会里面呢，要称王的人呢，其实要保持一定的一个风度啊，在国会里面应该是很理性在问政的一个地方。张顺涵认为，国党受民意监督，社会自由公平。民进党团是批评鲍坤奇失去国会应该爱有的风度。今日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倒过的议题，团讲有国民党立委提议要甲不分区立委争5席让予民众党，争取拿白合下过倒过的限。所谓要这个合作是就不分区就一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无从所知。基本上战术上是可行，可是战略上呢？必须要慎思啊。那么倒阁是立法院的工作，解散国会是总统的职权。台北市长有台北市长该做的事情。倒用台就讲，倒阁是国会工作，呼吁地方首长应该爱先甲市政顾好好。记者综合报道。搁再上紧来看，罗西亚是搁再对乌克兰发动空袭，造成超过10个人死亡，50个人受伤。另外，伫这届空袭当中，嘛有一粒飞弹落伫咧波兰爆炸，引起北约注意。惊讲这战术范围会愈来愈宽。
罗西亚7月30透早，搁再针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首都基辅搁再正做攻击目标。大阵人秘入去地下铁的车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故乡克利夫洛也互人锁定。当地一间客家互罗西亚飞弹击到，一口罩5个人全死，其中包括2个敢若5岁甲12岁的查甫囡仔。泽伦斯基批评罗西亚大量使用北韩的飞弹，粗残杀害乌克兰民众。Союз московських покидьків з божевільним режимом Північної Кореї заради ракет, заради північно-корейського контингенту тут в Європі, на наших кордонах, заради вбивства наших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дітей. 为着切断乌克兰西边的补给线，罗西亚也罕咧锁定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等等，挖进波兰边境的城市利维夫当地2栋大楼，互飞弹击到导火，上无26个人受伤，当时有顺利救到一个查甫囡仔。Такі ситуації, де самі можуть бути причавленими плитами. Тобто я просто пишаюсь тим, що в нас є такі хоробрі хлопці. 乌克兰军方统计，这届罗西亚拢总射70多粒真歹炸落来的大道飞弹，也佫有280多只的自杀无人机。伫个空袭过程当中，罗西亚一粒飞弹飞过界，入去波兰的领空6分钟，落尾伫离乌克兰边境95公里的远邻爆炸，蹦出一个10公尺宽的窟窿。 Według oceny ekspertów wojskowych zdecydowana większość śladów, w tym odnalezione elementy, wskazują na rosyjską rakietę CH-101. 罗西亚继续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趁中东战争，西方军援真无用，对乌克兰造成大伤害。同时用大量正俗的无人机甲巡弋飞弹，甲乌克兰高价值的防空火力漏了，也保护乌克兰无人机侵入罗西亚的攻击，甚至也当切试北约的底线。这届罗西亚飞弹伫波兰境内爆炸，是俄乌战争发生4年多以来上侵入北约的军事侵犯。同时，也甲全欧洲证明罗西亚已经扩大对乌克兰西部空袭的力头，战火失控拖去到东欧北约盟国的风险已经看现啊！而且随时有可能因为电子的干扰，也是飞弹的故障，变作是正面的冲突。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再来看西班牙伫咧北非的一个国土小达，讲昨有97名的这非法移民用受水甲搬墙的方式非法入境，演变做严重的人道主义。是安怎要经伫咧这时机，目前是也查袂清楚。西班牙的官方也已经调军警赶去支援。大量移民伫海沙堡直咧走，也佫有人穿风寒衫，伫海面直向岸边游过来。西班牙伫北非的土地休达，7月30号大量移民为摩洛哥撞入去，因利用链仔等等为海面游过来，也是直接破坏爬过边境的围墙，互当地警方指责袂调。Very happy to be here. It's been a very tough experience to go from the ocean. It was very tough. The police officers tried to stop us, but our will and our determination, we could came here. 休达的总人口敢若85000人，是西班牙伫北非摩洛哥边仔的土地，也是欧盟伫非洲的陆地边界。也毋过摩洛哥直无承认西班牙有休达的主权，边境控管互两国政治气氛起起落落，才汹汹走来的跨境人阵，引起当地人道主义甲社会紧急事件。外界烦恼2001年5月10万移民走入来的混乱中面会阁发生。虽然背后的原因犹阁毋知，也毋过西班牙政坛已经开始起风应。 We've already seen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saying that the Spanish Prime Minister has to step up soon, he has to take action, and we know that the far-right party of Vox will be using this to say that this is a proof that the Spanish left-wing and socialist government's policies are not working. 为着解决失控的场面，西班牙内政部赶紧增加军队、畅水部队甲特警进驻休达。也毋过，这场风波也去揪到欧洲各国敏感的神经。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伫社群媒体答文，谴责失控的非法移民已经对欧洲安全造成威胁。伊讲，若准状况有继续恶化，意大利准备采取赔偿措施，甚至会暂停甲西班牙的新军协定。公司新闻陈伟林、郑建光编译。 OpenAI 开发 AI 代理模型，进前线突破防线，讲会家己去入侵别人系统。这美国总统川普就表示讲，爱伫咧未输互中国的技术之下，评估 AI 管制措施。OpenAI 执行长也表示讲，爱紧有这 AI 安全机制。
OpenAI 所属的 AI 代理程式传出7月13至26，伫隔离网络的环境进行测试的时阵脱离监管，入侵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系统，尾也佫利用偷摕凭证害入去第2间公司的客户名单。这个事件佫发现 AI 治安的风险，引起外界要求政府介入监管的呼声。美国总统川普29日北京表示 ，AI 影响力已经超过当年的网际网络，监管好歹会关系到国家竞争力，成果限制有可能致使美国伫 AI 竞赛输予中国。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by a lot. China has virtually no controls. It's freewheeling a little bit.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in both ways. We don't want to restrict them, where all of a sudden we come in second to China.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伫 Podcast 的节目受访的时阵，对这个 AI 代理程式脱离监管事件发表感想。伊形容这是真奇怪的事件，互伊头一摆感受到治安的威胁。奥特曼24出席韩国政府主办的旧金山 AI 峰会，搁再声明要确保 AI 的安全性，加对人类社会福祉。You can easily imagine, and there have been many sci-fi movies or stories created about how this leads to bad outcomes or concentrates power and wealth and doesn't benefit everybody. Of course, we have to get AI safety right. And I think we're now entering the phase where we'll really all feel how high the stakes are.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伊无偌久前以防范治安风险的理由，渐慢发布新的模型。即嘛 OpenAI 嘛压出 AI 的骇客风险，因为两间公司计划伫今年上市。外界嘛质疑这个治安事故是上市进程的公关宣传。啊，不过这个事件嘛出现警讯，互人知影 AI 脱离监管所带来治安灾难，袂阁是科幻故事，是必须谨慎看待的真实问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讲到即马 AI 发展是愈来愈兴，有当时嘛是会突切。就比如讲，巴西圣保罗是引进 AI 面部识别系统，要来抓歹人来改善治安。不过伫咧初期，就真侪状况是系统突切，煞抓唔到人，这也引起侵犯隐私甲执法过头的问题。Quando 7 anos de fuga acabam em poucos minutos. Esse é o Smart Sampa, o sistema de segurança inteligente da Prefeitura de São Paulo. 圣保罗市府的影片强调 AI 人面智慧辨识监控系统的成效。圣保罗市府伫2024年底启用 AI 人面辨识监控系统，整合全市4万的监视器，监测范围涵盖医疗中心、学校甲公车。系统一发现可疑人物，就进行比对，确认多番身份了后，遂发布警报。几分钟内由警方出动抓人，除了逮捕多番，这个系统阁会当辨识失踪人口、车牌，阁提供协助，予遭遇暴力的女性受害者。outro dia fui ameaçada pelos meninos na rua e assim, eu estava perto de uma câmera. Se prosseguisse, eu já tinha uma prova de que eu estava sendo ameaçada. 圣保罗是南美洲人口上侪城市，犯罪率一直降袂落来。全巴西1/5的抢劫发生伫遮。启用智慧圣保罗了后，抢劫数减15%。Muitas pessoas. Nós estamos falando de uma cidade com 12 milhões de habitantes, aonde quase 3 mil condenados pela justiça andavam livremente e hoje não andam mais. O que o Smart Sampa vem trazendo é redução nos índices e efetivamente na criminalidade de São Paulo. 根据官方的透明度报告，这套系统打启用时，抓到人的比率超过8%，捌误抓80岁时大甲病人，佮有至少141个逮捕令已经过期的民众。另外，系统抓到的犯人中有超过一半拢毋是暴力犯罪刑事案件，是民事违规，譬如讲欠纳抚养费等。专家警告，这种从刑事侦查技术扩展到民事行为的做法，已经正做全面监控，有过度执法甲侵犯隐私的危机。AI 人面监控系统的错误逮捕甲隐私疑虑，是市府需要面对的挑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目前中东的战事已经达成协议。这哈马斯甲加沙地区的武装团体同意来全面交出武器，以色列也准备撤离，讲这是全世界和平、安全、历史性的一步。巴基斯坦西南部一座炭坑大爆炸，造成上无11个人死亡，31人受困。初步判定应该是内底有大量的甲烷积伫咧遐，无排出去才会爆炸。救援单位全力搜救。
伊朗支持的剑门破军青年运动，正式要封锁这红海水路。沙特阿拉伯宣布要组一个海上防卫联盟，来保证万达海峡的通行安全。目前已经确定讲有14国确定支持。所以看到这美国联准会是公布上新的利率维持无变动。联准会主席华许也强调讲，会对抗这通货膨胀，态度是坚定未改变。美国的四大指数落来是连带影响到台股，涨是起起落落。也今日台股开盘是41610点，是开红盘有小可起。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上任以来主持第2场 FOMC 会议，比起顶一届会议针对利率维持不变，全部无意义通过。这届头一届出现3票反对票，主张应该先一笔利息。 We understand that the 5+ years of inflation above target cannot be cured in 9 weeks, or by a single month of modest price decreases. This Fed will not waver. 联准会鹰派官员言论，市场悲观情绪升温。那拜三美国全面受压，道琼指数大落1153点，比起美国早两拜是亚股上演多空交战。日经指数受到国内企业公布真水的财报带动，收盘起0.71%，433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是落1.23%。台股开盘了后，盘中要冲关1000点，到上关41155点了后，每日起势较连收价。收至39933点，是收4万点。国内跟国外的政经的情势，我们密切的关注。如果有一些失序的状况，我们会做适度的来处理。看台股台积电拜是收盘2205起5块，联电捌到起停收110块，起超过7%。全球电源供应器大厂台达电有那召开发说会，显示第二季营收1832.56亿，年增加47.7%，每一股纯益9.68块，拢创下单季历史新高。虽然台股这阵落真济，不过何谢董事长董祖贤伊认为 AI 前景不变。我们还是讲产业才是台湾的根基啊，产业好，刚才大家关心的股市才会好，有信心的讲 ，AI 一定会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就跟网络一样。你再隔10年看，没有 AI 的数位产品呢，几乎都是落后。金管会表示，为7月27到30，台股落8.52%，比对同款以半导体为主力的美国费半指数落11.6%，韩股是落16.51%。金管会会持续注意市场的变化。记者采访报道。有民众是讲，伊对外国的网站买一寡洗喙齿的物件，要寄来台湾，咧申报报关登记的时阵，煞因为讲无了解讲咱国内有医疗器材管理法，煞变做是违法爱食罪。这关务署嘛表示讲，伫咧按算3个月内，会新增加事前预警功能，加强宣导甲提醒。民众跨境网络买物件，通常爱伫报告到海关进前，先操作手机 App 以入位，确认申报内容无问题，点申报符合报告才会当顺利过海关。最近，所有民众反映伫海外买各个配件等日常用品，因为涉及医疗器材管理规范，或面临6万至100万罚款，甚至有刑责。就算唔知影违法，只要点申报符合，都爱负担责任，所以打掉底线。在按一立位之前，它必须就显示是否需要各台湾的签署规定卫生署啊、环保署啊，他们有没有相关的法令规定，提醒消费者，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及时确保说他不会触法。关务署表示，目前已经完成甲卫福部、防检署等相关机关的资料整合，有计3个月内就增加事前法规预警、加提示功能，降低民众受罚风险。保证民众委任业者保管会当选择纸本还是线顶委任，其中线顶委任由关保公司单一业者处理，关保公司向保管业者每笔收相关3.5块确认费，佮加上8价服务费。台湾当年快递进口包裹达到6000万至上亿件，这所收的费用将做关保公司系统传输甲加大服务的维护成本。我觉得蛮合理的啊。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就是使用者就付费啊，不是独占的问题，业者因为他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资格门槛，我们才放心，因为他持有民众太多的个资了哈。那你的资讯安全、个资安全的保护，你要有一定的水准。好，所以我们的法规其实有限定它的资格条件。那符合条件的2家中，目前就是关贸他有意愿来做这个服务。
关务署长彭延伟也回应，即马制度运作已经10多年，涉及重大政策调整需求，也承诺会伫3个月内提出专案检讨报告。苹果将以至为中心达至政府公共基础建设，由政府编列预算公营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已经18年无大修法啦。立法院是拍算进行党团协商，昨是有12个民团就街头来表达诉求，希望会当卖用身心障碍证明，加做是唯一认定的障碍者的标准，马甲生活所比较的服务甲公共服务列入去做这所谓无障碍规范。障碍权利推动联盟来到立法院的外口表达诉求。身心障碍伫咧日常生活、交通、食头路等等，会拄到制度的歧视甲相关支持无够的问题。30日，立法院要进行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法的党团协商。联盟指出，身障权法已经18年无大修，伊嘛提出诉求，呼吁修法按照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的精神。袂当用身心障碍的证明来决定什么人会当得到帮助，应该是若有需求，拢会当得到支持甲服务。对身心障碍的定义呢，必须要扩大，符合 CRPD 的人权模式精神，而不是在以狭义的医疗模式来去提高那个认定的门槛，让很多人拿不到证明以及身心障碍资格，来维持权益保障跟服务取得。30有12个团体上街头宣讲，嘛要监督修法的进度。民团嘛呼吁修法应该要明定歧视的定义，嘛要有明文的规定，保障所谓平权，像医疗、交通、通信等等的公共服务，拢应该包括伫咧所谓无障碍的规范内底。若无，障碍者就会因为制度甲配套的不足，袂当使用服务、参与活动，也是行使权利。因也指出，这就是歧视、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以及拒绝合理调整，明确纳入条文里面，并建立有效的申诉与裁罚机制。无论是网站、App 还是金融、交通设备，都应该达到无障碍标准。像有些免费商场的朋友，像我带呼吸器，也没办法脸部辨识。并团表示，身心障碍者只是想要甲一般的人有同款的人权甲自由，这是基本的权利，不是加出来的福利。民团拍算对30下晡开始，一直到30日，拢会守伫咧立法院军宪楼的外口，监督立法院各党团，望台湾会当落实身心障碍者的人权。记者关佑基、曾俊佑台北报道。电话消息来看，屏东恒春一个清洁队员讲，顶礼拜咧对粪扫车出勤的时，唔知什么原因煞拨落来，弄到头壳救无倒来。也伫咧嘉义太保是由电气行叫吊车来换空棒的时，煞去卡着电线导火，有一个工人是因为要去拍火叫电着。清洁队员徛伫个粪扫车后壁的大帮，身体用对后壁歪过去，因为大帮边仔无护栏，造成伊摔伫个路面头去弄着。途中生男因不明原因摔落于道路上，由救护车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救治，后因伤势化转院能不治死亡。事故发生伫20摔落来，姓氏的队员今年41岁，单位是屏东恒春的清洁队。电工所和清洁队表示讲，平常时清运加护粪扫的车，后壁拢有防止摔落来的护栏。发生事故的粪扫车，迄天是为了配合清运主车的作业，才甲护栏提落来，方便主车扛起来倒粪扫。初步的检讨是讲，这个护栏部分退出来，你还要加装一个安全带啦。如果安全带没有一切影响它的操作，平时宣导及训练之外，未来更会加强督导各乡镇施工所清洁队员安全防护。恒春清洁队伫2015年嘛，捌发生摔落来的事故，即摆阁发生事故，官府和电工所承诺会加强安全防护，而且提供家属协助。若是屏东，监视器嘛翕到在闪的火光，嘉义太保伫30早起嘛传出公安事故，一台吊车替电气行换看板的时阵，吸到高压电线导火情形。疑讯员工急于拿起灭火器灭火，不慎触碰吊车支撑架，致遭电击。救护车赶到现场，红电击的71岁姓叶的工人送病院了后，与司机和行北有大面积3级的小烫伤，即马搁在大医观察。台电嘛提醒供电业者时间爱伫高压线路愈远愈好。民众的高速作业尽量要远离我们的高压线路，
那如果说有感电的疑虑的话，可能就是要请我们去加装一个防护线管。台电的人员是在高空作业车升空在抢修线路，事故是造成中山路一段北新里、南新里和中正路迄边，拢总2894号停电，已经在中昼完成复电。另外，事故的原因和规则会互南区治安中心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河滨头前厝的排水，有民众是家己设一个沙拉油桶的炸水坝，这附近的居民就惊讲，这雨若来，恐惊就害大家拢淹水。水资处是表示讲，伫咧溪流内底放物件是已经违反水利法，嘛要求限期改善。沿中华河滨头前的排水沟一路向前，沿线拢会当看到敢若雨烂的物件，至少超过300个。这毋是公单位所设的，是当地居民王先生伊做的。另外，伫排水沟这个用沙拉油桶做的设施，嘛是伊家己所装饰的。这个听到县政府要求伊爱移除这物件，伊真不满。啊，你要来抗议？你讲要来抗议了，忽然你也无啊？你讲袂当抗议哦？嘿啊，啊边啊搞内底袂使。好啊，你啊叫啊清啊！王先生讲，最终装饰的是为了查粪扫，排水沟边的雨篮是用鹿瓜梅掺红毛土做的，是为了通行的安全。当地里长是讲，已经苦劝伊真侪年啊，而且王先生佫会把这物件蹲伫便桥顶阻挡路道，造成附近的农民真无方便。那个桥墩啊，拢放一寡垃圾啊，人喺田主啊，人咧起落田吼，拢做无方便的啊。伊讲伊免钱，要替大家做义务啦。但是有当时伊会造成其他人困难。这个红毛土桶无固定，等是烦恼若落落排水沟阻挡水流，拄着风台也是强降雨，都有可能造成淹水。彰化县政府水资处表示，会赶紧安排现勘。有人投放沙拉油桶，还有废弃物阻害在路旁后续呢，本府将尽速安排。现勘确认如现场确有违反水利法第78条之3的行为本府将依同法限期改善或开罚。水资处嘛强调，若是阻碍好多行为，就违反水利法，会要求限期改道转来，若无改善，就会裁罚。记者采访报道。中华福汉风力发电厂的计划，这环境部是第2届环评小组会议，在地有将近80人就报参加，表示抗议，讲恐惊影响到在地居民的生活甲畜牧业的生存。最后呢，经过这环评委员会认定，建议讲应该无应该开发。出去！一起攻击，滚出去！抗议福汉风电计划，我80位中华居民农业者特别就报参加环评会议。农业者认为，全台产量上大的中华福保鹿农区会整做200公尺大型陆续风机的有定地鹿农烦恼，风机运转的低频噪音甲影的干扰，会互年过惊着，造成出年量减少，冲击产业。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鹿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续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部分规划的风机甲面体之间，甚至只隔20公尺，离附近小学也拢无到1公里。环境部3日下昼针对此案召开第2摆环评小组会议。我们其实觉得这个案子有非常多的问题，包含离住宅太近，然后离我们的鹿农业区太近，还有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它不应该再补建，今天就应该要直接否决。虽然开发单位德辉甲汉威风力发电公司已经将总风机数由原本23基缩减到14基，也毋过维持福保鹿农专区的5基风机由原计划使用，5基风机拢附近牛舍无1公里，其中上近的甚至只隔300公尺。环团这期环境部主管法规中，只有提到陆续风电机组距离上近建筑物500公尺以内时，爱实施环境影响评估。批评规范无够周全，开发单位表示会甲居民加强沟通，若未来测验检测真正超标，也会提供补偿。我们也会依个案来进行一个研议，同时我们也会协助来办理一些改善措施，像是装设我们气密窗或遮蔽的一个设施。现场环评委员提出质疑，因为开发单位做的测验检测范围恐惊甲真实情境有落差。开发单位所选择的敏感受体点的位置的话，应该不是真正居民所关切的地方，一些比较容易受到这些风机影响的地方来做一个噪音跟这个眩影方面的一个评估。也有环评委员建议，
将高度约66层楼、容量达到600万瓦的大型风机，伫全国能源的占比到底是偌济？将来评估敢是真正有必要设置伫陆地，呼吁政府会同合作能源业者做全面检讨。环评委员会最后认定，武汉风电计划对生态、参居民生活有不利影响，建议无应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文化生产界经过30年的打拼，即马行政院是正式核定西拉雅族是原住民族，正做是台湾原住民族第17族。未来这西拉雅族人会当摕到原住民的身份，也会当来自主决定族群的成员。我的名字叫做西拉雅。元老清亮的歌声唱出族人的心声，推动西拉雅族正名活动。族人打拼30年，总算第30得到中央核定。我们已经成为法定的原住民族，也可以说是平埔原住民族群的第一族。后续还有8个族群正在申请核定，政府一定秉持这样的程序跟原则，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大。在里面的人，每个人都备受温暖。关切合并进程，原台南县伫2005年大升甲西拉雅族列作县定原住民族，是全国上早推动西拉雅正名的地方政府。有些推广西拉雅语言甲文化的实验小学，正名成功了后，学校原来会以更加开阔的族语学习方向推广。像族语学校这一种，要朝这个方式去前进，教材能够更精致化、更深化自然，然后像社会啊，像这些科目融合成原住民的这个智慧或者他的生活面向能够加进去。西拉雅族是台湾南岛语系原住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伫嘉南平原。当年会举行大来头社泰州夜祭，也有加巴沙、阿里木夜祭等文化活动，延续珍贵的平埔族群文化甲历史基地。正式核准了后，将做咱国第17族原住民族，也是平埔族第1族。上近8月中会当受理西拉雅族人办理身份登记，相关的权益甲配套原来会同步盘点调整。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咱台湾甲捷克这几年伫咧文化方面是有真侪交流，像讲捷克有一个摄影的艺术家，去年伊捌来咱台湾驻村3礼拜，是用镜头来记录咱台湾人的生活。即马是过来到咱台湾办摄影展，这主办单位嘛，希望会当继续来推动台湾甲捷克的艺术交流。一张搁一张，那像台湾日常场景的相片，从世界看，拢有册库摄影艺术家伫他拍的身影。这是伊2025年伫花莲甲台北驻村期间完成的作品。艺术家加入台湾人的家庭、市场等等，用镜头记录台湾人的生活。即马嘛举办摄影展，展出伊伫台湾创作的作品。伊表示，伫台湾驻村期间，对台湾人的善良、认真，甲对家庭的重视，印象诚深。嘛感受到台湾甲册库拢共同面对的严政治的挑战。Kdyby ty lidi to mohlo inspirovat k tomu, že si jako můžou na chvíli uvědomit, že jsme všichni nějakým způsobem propojeni a že to, jaký zvolíme koncept přístupu k životu, je opravdu na nás a že se můžeme učit z jiných kultur a úplně náš život změnit od základu. 册库中心台北成立以来，常常伫台湾举办文化活动，希望透过艺术交流，增加台湾甲册库的民众互相认捌的机会。册库中心台北主任表示，即摆要请伫他佩佩来台湾展出，除了分享册库的艺术，嘛希望透过艺术家甲台湾民众的互动，增加两国的艺术交流。Tak mi to přišlo jako skvělá příležitost, jak zde prohloubit právě vlastně 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 nebo vlastně kontakty mezi jednotlivými lidmi, jak prostě zařídit, aby se vlastně místní lidé mohli potkat přímo s Ditou, jako s českou umělkyní a vnímám to jako další příležitost k prohloubení česko-tajvanských kulturních, ale i osobních vztahů. 这摆自我肖像在台湾展览办到8月31日，除了摄影的作品，7月31日嘛会伫光点台北放送艺术家创作的过程，也都是甲展览讲明纪录片，互民众了解艺术家创作的过程甲手法。记者郭金勇之讲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各地是好天小热，高温普遍是32至34度。爱注意的是，气象署也针对台北市来发布高温感测设定号，过昼可能热到36度。下播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4度。
中部地区25度至34度，南部地区25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大岛地区26度至31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后礼拜同一时间再会。